我们这边呢算是我们厨师界的女神。一定男神黑马莎吗？绝对不是你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我是不会当媒人把他介绍给你的。是介绍给我吗？太敢后输，他比较厉害耶！小厨当家。给柔山一点压力，我们10岁的妹妹走好累哦。我有劲啊！你马上来。越过越总得选哈。可以吧？不可以啊！骗我！哇，快啲，快啲我班。好啦，冇啦，因為只要做好多啦。看到派頭嘅下來，總係會懂點做。我覺得現在最經典嘅演員唔係他想要說相聲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百強。今日同歡喜呢來到台中董事亞導演，想買來亞導演講啊你鄉親朋友咩主動澎湃到請你食飯呢？係啊，很記得咯，咱就學到一個動厲害嘅發係個羅拉。羅拉，就是謝謝的意思。好，今日到亞導演呢，來到亞董事嘅副慶功，亞導演拜嘅係亞嘅太子爺。唔過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現場，東京冇來哦。馬莎，我們這邊呢算是我們廚師界的女神。哎呦，佳佳來分享，來分享到係李玉涵師傅。女神好，女神好。哇，這邊他還有上誒。一定男神黑馬莎嗎？絕對不是你啊！好啦，親有夢七師傅，大家好，寶妹，大家好。歡迎。最近東京冇來誒。係啊，好，但最近都冇閒嘛嘅。讀書啊。讀書啊，你呀做那個搞讀書誒？是要考會考嗎？沒有。會考，那個是 N 年前。你他都會讀嘛嘅？食品安全。哦，真認同用心，為了希望幫我們觀眾朋友睇起來把關啊呢。好，剛剛有講到呢，今日來到一個董事副慶功啊，特別拜嘅係太子爺哦。係啊，他就吼，當年哦，全北斗聊哦，這個復興宮舉辦一個叫新丁板節的活動哎。對，這個我就最知道了。對，我當年幾乎都有來參加，非常鬧熱。等下呢，你鄉親朋友來噶哈，他們一定更加了解，因為要特別新丁板節辦到啲下來呢，已經越辦越鬧熱的，而且當然還會丟辦哦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參賽者，我們這邊呢是瑞基姐老婁山妹，歡迎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真係像兩姊妹哈。看不出來是母女檔哦。對呀。哦，今年有咱吹吼，咩母女檔哦，阮芳淵還有呂佩萱，佩萱妹妹。哇，你看動靜音箱哦。真勁呢，佩萱妹妹好可愛哦。動球冇看到紅後上嘅來賓呢。真勁，你會駐村嗎？佩萱妹妹。你會駐村哦？哇，咖啡要講懂好哎。好，我們的瑞琪姐也是現場喺搞一個董事太普強都好搞誒，係好搞所以現場這凊彩搞呢一支啊太普強嘅客家話麼？煮飯我樣講。煮飯。芳淵姐，她是我們的外籍配偶哦，越南過來哦，然後 T P L 看到哈，他們今天2個人穿的就是越南的當地服飾。越南的一個就是過年的這個畫面。哦。那媽媽嫁過來之後有參加那個新丁板節嗎？有。哎呦，懂鬧熱哈，很熱鬧。是不是還有除了那個雕板以外，最近還是有辦那種彩街，對不對？對，有，我有參加過彩街。哦，好，大家導演董事還有冇嘅其他特色做老太分享？佢前面都有講有05八個。05八個，係，因為當槍05嘅，石頭也係乜嘅？石頭槍05樣嘅。佢拜來到東西嘅前人嚇，按接種啊個做太水，啊所以揀嚟用石頭去慢慢結薄，當個太夾好水，啊所以呢，結咧，睇下感覺喲，人看現在按槍是每05就講，一直感覺講係05來保護兩個村民。聊個動都有故事呢，那唐一公故事真的好像進入學校一樣。對，真的。好，先來看一下第一出的料理食材係乜嘅？好，冇問題，來，打開來幫你看一下哈。來，咦，哇，
哦，聊水里哦，也呛呛摸恐龙哦。今天好像也听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达人哦，嚟小解一下。沙灘下輪呢，就來分享到一個中水里嘅牛年，就係吳青蘭太哥送上分享。青蘭太哥你好，你好，安祝先新年，還有睇各位觀眾睇住搞好。你好，因為種出安江嘅水里嘅，呛呛耶，摸恐龍呢。啲水梨係按照潮水梨，哦強色的，啲青色、青紅色，啊，肉絲的做菜，肉絲的做菜哦，啊，仲嘛嘅機會呛呛啊樣。因為一般都會強包落嘅時節吼，因為啲做梨吼，它需要日光，吼，按包兩層落個好咧，做出來的色就會黏色的強色的。簡單的，而且我猜呀，還有一些酸酸甜甜的。對對，看這皮我就認得。提高它的甜度，提高甜度，對。梨嘅叫乜嘅形容家吃？哦，梨它水分很多，它的膳食纖維也很多，對腸胃很好。煮料理哦，加當好食。真假的？可以有帶來冇？燉雞湯啦。該不會就是雞湯吧？再買個東西。哇！對，最後的梨啦，最新鮮的。像朱西林，好，大家用下先好嗎？來，我先吃了。哦，很脆。很甜哦。怎麼會那麼甜？很甜哦，對。它的纖維很細，比較細緻。對。它的日照充足，而且都是用牛奶下去灌溉的。牛奶，是安皮嘅哦。除了雞皮以外，用牛奶去發肥都用的。好，真件係十分厲害，而且佢們也應該上手飯咧，同仁都講下來。對對。啊，解下大哥吼有講到，在水里吼做啲種凍豆嘅料理吼。啊，今年時候那個水里做料理哦。係哦。就是要拿水梨做料理哦，這最好。有可能做沙拉，有可能煮湯，還有凍豆編法。對，有凍豆種編法呢。好，承蒙青蘭太哥，今日呢第一次料理就係拿下嘅凍絲嘅鐵山秋水梨來做比賽咯，馬上嚟進行。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哪樣嘅果子來醃菜過後會有乜變化呢？先嚟看一下，今日嘅風吹而帶來嘅料理係乜嘅？菜梨粉腸鹹菜絲。常州名就吃得懂開版的呢，海梨 OK， 水梨咯，鹹菜強下哦，一聽都好食，因為酸酸甜甜的呢。慢慢燙一下哦，咱最今日會帶來一個料理係秋梨蘿蔔燒雞。哎呦，用燒蓋哦。董吹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。董吹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等不及了。今天呢，我要有一個那個和平宣言。對，母女對母女的。不是，因為佩璇妹妹跳電影像哎，真的。我忍不住。你要我會跳下捨不去做什得麼？我就沒有，我是想說你要不要就不要做什麼。哎，我就是負對，你就責幫忙他關愛下一代的感覺。真嘅，你就今天保持一個原則。上應該感覺真嘅唔可以做一番，你就交給師傅來提點，你不要搞砸。先看一下風情，開始切的。好了。哇，你嘅鹹脆係用誒，自家做嘅係用買嘅，你蠻唔咩嘅時間？菜梯嘅，係菜梯嘅，菜梯嘅。哎，這個粉腸係肉處理過的哦。有，因為粉腸處理不簡單哦。菜用菜。要先整過誒。係。早晨見面可以先整過誒。全部都整出來咧，啊，就選可以切點唔係腐咧。啊，是媽媽你處理的哈？強下。柔山呢？沒有。平常會多不卡會做料理嗎？有甜誒，一絲絲。一絲絲咧，會甜絲。比如說剪粉腸，厲害多了，接得好，因為他剪的每一段恐龍太細呢，你唔簡單啊。
我跟你说，今天我是不会当媒人把他介绍给你的。哎呀，有快天豆，太可惜了。你看一下人家妈妈的表情，讲啊，有人好像把 Q 要上刚刚是介绍给我吗？妈妈你爱黑毛，爱介绍不爱黑毛。我上过动声音哦，按快表。咁樣最撇片了有水里嘅黏黏姜麻葱嘅粉腸，留一嘅鹹菜。我是想講，個泰梨吼甜甜，所以酸酸，夾鄉下應該係當好嘅美水。哦，先過一口。好，這樣張都真了。哇！佩萱，把有天那2數个倒下嗎？去。你都唔講聲音。佩萱，你有馅饼吗？该？这是什么？这樣要買嘅。東西，介紹一下蓮子，蓮子哈，客家話你有講。蓮子嗎？蓮子啊，刚刚妈妈哈那个跟那个佩萱说，哎呦，你豆芽哈全摸功夫哎，你豆腐他们很安用呢。係啊，在家不是这样，厲害啦，哈。還蠻熟啦，係啊，可能比較慢一張手的。摸嘢嗎？需要搅拌一下吗？只有一个女儿吗？我有2個女兒，兩個，兩好幸福係啊，哦， 3個小孩，三個都係㗎，我2個女兒1個兒子，好幸福哦。好辛苦。而且呀，他都懂事呀，倒閉有還做小吃呀，還做嗎？我是賣早餐，賣早餐，最幸福的一餐。比较偏细串，还有重串的。台式、西式都有。乜介紹啊？台式西式都有然後西式是賣那個三明治、單餅之類的。哇！媽媽作為早餐好什麼？好什麼？好吃。你最喜歡吃好可什麼？愛哦。最喜歡媽媽做的是哪一個早餐？飯團，哎，很傳統哎。他比較喜歡吃飯。啊，你會天數嗎？有，他會出來幫我算錢。真的？省錢甜啊！这个可以，那这个就养得好。這很重要。這很重要。啊，問一下媽媽哦，我看你的乾肉有先滷狗哦，你是先加什麼東西啊？這糟糕。乜㗎？就是那個雞肉裡面有用那個水，你先顧。先顧，我全部拉嘞。用那個水梨汁，然後還有那個洋蔥芥末。洋蔥，這個沒有打開。洋蔥跟芥末。哇，不是洋蔥切末哦，芥末。因為是韓國吼，就已經撈個水梨誒，就是水梨汁，不用下魚，用下滷誒。對，讓它入味，比較甜，對不對？對，比較甜味的來源。我們就不用再加糖了，對，它來出自然的味道。要蓮子啊，牛後嗎？應該後了吧。對啊，佩萱蓮子什麼時候好？好了，那放這裡，你就撈起來。你會留嗎？蓮子裡面是不是有一個浮的東西？有些納出來啊？不一定每個都有。哦。好，我們待會再回來，好不好？注意看好火哦。好，我要加一點水。好。媽媽平常時都學校教書之外，他就做乜嘅嗎？課後的課後哦，很有愛心。有社區的什麼？學校的課照班。哦，特照班。嘿，懂事有切東西哈。看伊個收入的地咧。柔山比較。嫁唔出去講不安尼啊。喜歡台灣嗎？台灣就是我的第2個家。真的。越過夜總得選哈。可以吃吧？不可以吃。可以啊，不用我。懂事有切東西哈。看伊個收入的地咧。柔山比較。嫁唔出去講不安尼啊。媽媽，你可不可以在那個電視機前幫他留一些面？對啊。我哋先推銷一下，推銷一下。推銷一下哈。有冇在條件嘿？條件。你不要切到手哦。我講他係嗎？條件是講唔可以嫌棄安尼就好咧。哦。聲音哦。唔嫌棄啊。會。啊，柔山寮頭寮里豆腐，他就現聯繫過嗎？有啦，一絲絲。啊。可是不是說你留都懂事要到畢業上班嗎？我是在豐原。豐原哦。也行喺都不卡。嘿。做乜嘅跳路啊？佢都遠航上班。哦，安好呢。所以係賺錢呢。哎呦，又是賺錢的。好，我哋先講講解片好咧。好，等下張都進來。好。哇，而家好咯。哇，佩萱圈6起來咧。很厲害哦。這個是
放了新的。芦笋是我要摆盘用的。啊，怎么改个盖落去啊？不给缩起啊，哎，渗透一下这。个就是月桂叶，然后还有就是个是那个野枣。野枣。感觉会很有异国风味耶，是不是有点越南的风味啊？其实都有融合，都有融合。哇，都有融合。因为妈妈冇教過咧，當時之前係到新竹拓展街片有做鐵路過吼，第一次来台湾是在新竹，所以記嘅西然啊、大埔啊、去了全唐先。我都有听懂，但是我不要这个。哦。喜欢台湾吗？台湾就是我的第二个家。真的。啊，甲水里有其实饼下去。有，我先把这个捞起来，因为这个我要摆饭。哦。铺底的，铺底的。米啦。嘿嘿嘿。这个呢，我要摆盘用的。啊，你就冇用烫的咯，用吸的。可能才有味道。味道啊。用鱼头因为这样子的话叫做省时间。省时间。省时间。因为眼睛都会比水呢。这个也是规则之一的。没错，嘿。掌握时间，我怎么一直帮你们说话？我看芳娟姐，你刚刚里面是不是有加什么调味啦？干嘛调油系吗？有加酱油，然后现在呢？我很期待吃到你们家之吹哦。异国料理。现在呢，可以加这个下去。加下去。对，越南都会按牛猪吗？越南都会这样煮。这个加下去了，我们那个水梨也可以进去了。因为以客家来说，我是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煮法。因为像爱福哈吼煮那个莲子的，还是听说煮甜汤，甜汤。冇看过用煮汤的。也是会煮咸的啦。真的哦。西神汤啊，要吗？四神汤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盖起来，大概焖个2分钟就可以上桌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孔盖片咯吼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加点会后悔呢。有柔山的呢。哎呦，柔山不错哦。你有剩白香系吗？别比香。会把握时间哦。系啊，时间袂到了吼，有时间是。给柔山一点压力，我们10岁的妹妹走好嘞哦。系啊。我要见啊！你马上来。好盖嘛盖。半枪。你落去。照炒是炒的吗？哇，快咧！快點用吧。冇啦，因为这样做好多啦。看到太条的下来，做下会当见状。我觉得现在瑞基姐已经有点陪她想要说相声了。呀，试看看有鹹淡冇咧，我冇試按下。哎，柔山，谁是今妈妈谁安用的吗？係啊。那你们家应该合家欢乐哈。係啊。好。你鹹菜啊？鹹菜。哦，腳要什麼米哦？腳嚟都好。哦，啊，這應該是孔蓋片咯，哈。那邊還忙嘅啊？不用練哈。哦。還要加什麼嗎？最後想一下。冇咧哈。冇咧，孔蓋片咯。做得咯哈。做得哈。哇，你看露蘇係馬上擺誒。這是誰擺的？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？酒釀哎，酒釀嘛哈。是酒釀。哎，真的跟芳媛姐講的台式、客式、越南式嘛個圈入。沒有，因為這個我不加酒，我是加酒釀。因為加酒釀它比較增加甜味。很有創意耶。對，真的。哇，那酒釀怎麼個有最末的表，最後再放？酒釀是在你煎肉的時候就要放了。對，肉煎。就這有點像西班牙燉肉哎。有。哎，凍便宜的，你看，不是煮其他的菜呢，就是這一道料理崩盤，對啊，就很健康了。就拉了哈。好，大家數了哈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水就來吃看那鐵管地度，哪副開面是較好食呢？第一次料理已經完成了，剛剛呢都煮的時間，2家都十分厲害，2家嘅每個老媽媽都表現得當好。好，先來吃看吶。好，來。吃看我這邊是粉腸哦，炒呀嘅水梨啊，還有鹹菜，仲有客家米哦。該粉腸冇不難失望誒。老丁水梨嘅叫我炒當甘米誒，幫丁粉腸撈鹹菜咋。啊媽媽嘞？哪一個最好吃？梨最好吃。
水梨最好吃。水梨最好吃。好，等下来关是南区的吃这个呢。啊，这个鸡肉还会端腰哎。哎呀，那个黑马盖野野枣，椰枣，哦，很澎湃哦。因为过夜总得选哈，又不能吃哈。有的可以吃吧？可以啊，骗我。就是亚个米头呢，是颠覆于原力客家式的嗰种客家菜，因为佢真有异国风情。真的，因为它的腌肉就有用这个水梨酱汁东西卤哎。哦，好，紧张的时间又到了哦。都在提出料理当中，喺凤翠啊南翠会得到本书咧，先来请你的邱师傅抢本书。啊！哎，最后翻面，等下晚清的凤七师傅抢本书。哦哟！恭喜恭喜！好，先向邱师傅公平一下。蓝队这个它有异国料理的风味没有错，而且它在腌制给用的时候有崩椰水梨，所以它的甜度是很清甜自然的。那它又有加了一些酱油，所以它融合那个味道是很好的。但是呢，我为什么给红队？是因为呢，经常会有初恋的感觉。它的酸搭着水梨，它的酸甜度刚刚好。所以你这样子让人家那个瑞基姐今天晚上睡不着呢。对呀，一想都变初恋了。对呀。又上头嘞哈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蛮突出的。七师傅咁講咧。因為本嚟一篇嘅意思係講，你話啲菜啊，炒到當多元化，食到嘅湯汁撈肉，凍到梅頭地步，凍有創意咁樣嘅。我冇選你嘅原因係因為。你頭菜要變到好單薄啦，你做啲韓國多元化嘅東西，韓國參落去，所以我本影片，希望感謝。希望瑞基姐早啲接受啦，因為我們徐師傅他心中他老婆很大，所以他不能給初戀好啦，提出料理呢，看起來兩家各有特色，唔過你生下來，我先來看一下徐師傅，今日帶來乜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徐師傅做一出料理異國級，菜名係乜嘅？水梨炒櫻桃鴨蚵。哎呦，係之前一種種的寫咧。係哦，我先來介紹食菜好了，你係咪講啲啊？櫻桃鴨。櫻桃鴨，你係主角水梨，你係咪講？看唔出來呢。唔怪。情人果。哦，情人果，你頭先講到啲咧，節瓜，你係咪㗎？白潘蓉誒。係啊，食用花，我哋先開始咯。好，冇幾時開始啊？好，你先講。橄欖油。你加油的徐姐問一下，我看你那個要先你要先入口，從那就用什麼㗎？用橄欖油下去醃，撈個香草粉。香草是做蛋糕那種香，咩普羅旺斯香草，從因烤雞烤嘛個，我唔過個，從安樣要皮朝下，皮要先往下哦，空手，安樣手那個安樣輕點哈，來不成不捏，好咯，你那個皮輕點係安樣啦哈，我先要用手哎，用手呢？用手那啦，先要試試看嗎？從你要你是搞不你啦哈，好，你橄欖油，一段先炒個綠節瓜，有乜㗎？也是節瓜。節瓜。有冇做會上到節瓜加水梨啊？因為啲顏色搭起來下醬，而且裡面有還有東西。你要是酸酸甜甜，加起來很多乜嘅戀愛嘅感覺哈。本集節目不是叫戀愛的主題 ，OK？我覺得有可能是柔基姐會影響我們誒。會嗎？什麼柔基？瑞基，我把它合起來的。來。要啊，是按用嘅要哈，鉗嚟那按鉗嚟哈，好按鉗嚟好。佩軒有沒有看到？要啊，要哈。那頭先講好紅嘅咯，從你要啊。要像安樣好嘞，是吧？從那條正用派的時間，我安樣。
侧面，嘿，锁住水分。然後去鎖一下，安樣學到咧吼，正樣菜是這樣吼，安樣嘛家問題做咧問咯吼，像安樣啊，我得先表面，放機稍微回溫一下可，是里面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熟啊？加還蠻熟，差不多見到差不多5到6分熟的，你看安樣他们是圈熟哦唔。是，我點解切好落去炒的。哦，啊，我哋要放機靜置的意思是講，放機嘅該地部的水分能夠吸到裡面，哦，放機表一下哈，水裡倒下去，啊，啲油不要不不要浪費，不要浪費加油，加油啊哇，一定懂香哎。你好甩光嗎还？动过呀？冇啦，甩快聽咯，顧好。哦喲，厲害呢！哎呦看安樣阿伯，你看。漂亮的颜色嘿哦。哦，而且鼓手给剪之前要先把它发壳了，要先留给发壳啊，用较结束系冇？嘿，冇唔錯。好啦，用下去咯。哦，各位大小是一样的，你要系太火系么？嘿，大火，啊，用一點點嘅水，怎么搞个加水？放佢熟。哦，我傾起落系么？係，好。好，哦聽唔該。哎，唔是调米哦，哎，不用燙到咱安樣是好咧。用就好哎。用。幾熟凍家呢？有啊，嗯。你下，那個情人果。嗯。還有嘢？哎呦，其實嘛個掛圈做得加落去嘅，小黃瓜什麼，我係感覺該節瓜下下好啦，係啊。還有表嘛個咧？食用花，花搓搓。要給法州的色類哦。做得咯哈。好，安是完成咯。水里炒櫻桃鴨。按鈕就好色咯。水里的炒櫻桃鴨都在那煮做色類豆，先來出題目。好，出題目啦啊！而家讀下次嘅水里嘅細節，要注意乜嘢咧 ？A 半點下太嘅 ，B 半點下細 ，A 係 B 咧？佩萱常嘅什麼？透水里的甲哈用的較齊，而透中間有點點一點一點比較大點點的，還是要小點點的這樣。先猜拳好不好？先來猜拳，決定那組就得有答題權哈。那佩萱你來剪刀石頭布好不好？好，來。好，那就柔山了，柔山姐姐在這裡。來。哇！好，要舉高一點點哦。那你要舉高一點點哦。好。剪刀石頭布。哇！好厲害哦！好。好，你先回到你的位置上面。好，等一下問一下媽媽 A 也係 B， 平常應該是媽媽挑水果比較多哈。掏鴨嘅水里要挑點點比較大的，比較新還是鮮的，點點比較小的？比較小的啦。點比較小的就是 B 哦。好，好，那你拿 B。好，佩萱你也覺得是 B 嗎？我們是覺得 A。哎呦，啊！你確定是要挑點點比較小的哈？他們覺得是。卡平哈。好，我們挑點點比較大的。OK。好。都帶答案係。答案係 B。耶！哦，我們是選 A。哦，對了。怎麼解咧？因為有啊水里嘅 P 有啊本身是有半點下細下齒。哦。係，它是該水里嘅 P 出現綠色嘅半點，佢嘅水里嘅肉已經老咧，是冇旋咧。我們來試試哈，我對了試試啦。哇，哎，佩萱，你認識過該櫻桃鴨嗎？有嗎？你有吃過嗎？沒有呢，我們也沒有哎。呀，沒有。花係麼？要不要一朵花？係麼？摸一下。我剛剛說摸血跡，還有幾時摸血嘞？媽媽努啦。人家導 V 給導 V 動腦也好，唔怕，我們可以回去練寫作，對不對？梨好甜。方圓姐吃的好什麼？好食。比如吼，
表皮是硬的，吃落甲底部是软的，有吼，假是煎牛排的感觉安样吼。冻小是狗安用给阿伯哈，就很少吃过这样的樱桃鸭子，而且有谈恋爱的鸭子。真的。因为不要再 Q 到恋爱这两个字哈杠了。樱哦，哈杠樱是个阿伯哦，通常是用就是白斩的可能比较多，可是莫是狗安用安够基本樱桃鸭呢，嘿，冻的时候嘿，水里面冻好些，又甜又入味吼，有，炒过。那这样的话，太感动是多稳，还兄亮派，就是倒掉也可惜啊。你看瑞姬姐的眼神，自从你搬过来之后，她的眼神就没有在看主持人或镜头。佩萱妹妹吃到后生么？叫妈妈煮给你吃好吗？好好，好，好。不过呢，沙哈来紧张了哦，前边呢风吹蓝吹都是1-1，等于共决胜负就是第3关了。鼓手呢，强台起嘎，现在集中你的火力跟精神，马上来进行最关迷馆的挑战喽。料理逢6點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中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梁翠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紛紛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好，最關迷呢要關了高就係料理逢6點紅綠燈哦。我們要先來公布一下菜色好。好 ，Q 師傅，来，魚香茄子，熊吊车耶，所以該意思係講，等一下該風槍電地圖，入口呢咩掉出哦。董演至於一個黑吊車耶。鼓手電台時間呢，我們要先紅隊跟藍隊先來猜拳，好，會和奶去做類的先。好，馬上要猜佩萱，拳你還要再猜嗎？你有猜拳嗎？我們是猜拳小女王哎。好，那要誰？要不要瑞姬姐？爱是对吗？可以啊，你是中式之花哎。我觉得有點可怕。剪刀手布，你看，好大笑出來。好开心哦！來，你要那我們先過來。好佩萱，你覺得哪一個你想煮哪一個你要選哪一顏色隻？？其中一個才是屌錘哦，其他不是哦。厚厚線哦。不是也可以做啊。不是也可以，因為他媽媽圈為咗嘿，都唔厲害哦。青菜鹹。你喜歡哪個顏色就開哪個顏嘿色。，哇，哪隻？好1、2、3，哎呦，魚香茄子的魚，很漂亮，對，好，來了，先不用點，不過但是他們不一定也是屌錘哦。好，瑞姬姐，我先來看，你想往這裡開哦。好，啊，鼓手呢，今日藍水就要用一個5片，我們就是用正統嘅吊吹葉來完成一出5響吊吹葉，誰來進行比賽咯？好了，最關迷一關一個5響吊吹葉，然後5響5片，其實都不容易，都大家嘅主食材，主要是主食材，你要有老給做前置作業處理任務，要想清楚哦。方圓媽媽，我加油沒問題。哦！方圓姐剛剛講說，哎呀，鹹蛋吶。好，依然你會發開起來就有信心嗎？有。好。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來，真的沒有那麼簡單。真的。而且呢，我剛剛其實頭就是因為佩萱妹妹真的比較使不上力。對，鼓手等一下要給恆亞的要跑位發，等一下你要幫忙他一下。對，好，沒問題。我今天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比較危險一點點。因為他太可愛了。好，不過我們這邊也有效果器，等一下你盡量不要影響我們，好不好？你啦，我覺得是嘛，我覺得有可能是柔姬姐會影響我們呢。會嗎？什麼柔姬？哦，瑞姬。哦，柔山瑞姬。你看，我把它合起來了。來，你已經神魂顛倒了嗎？等下還沒有熱鍋。現加油嗎？一點點油吧。不是，基本上都是我的。好，你坐定。你呀，還做飯嗎？那先煸香香，不給切。有做過魚香茄子嗎？有。
油。是在家里吗？俺晓得，豆腐卡俺。晓得雕出来俺晓得煎。那上讲伊迄道学校吼，主本学生而选。平常豆腐卡会用得煮。豆腐卡就较简单啦，无不用得按多。我老去弄山哦。嘿，装散来，啊，不要比香来。好，那等一下你有厨师帮我。我个上看那等下用到哪道味啊？我想 Q， 所以我 Q 加莲合骨。加点泡骨，因为含酸奶。好，对对，差唔多就做先留去了，我觉得。对，等一下多转来哈。好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啊！加油！佩萱豆腐哈就有帮妈妈剥那个蒜头，是不是？有帮忙好棒哦！唱一首歌吧。好，佩萱，那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哦，哎，这里有油，那好，没关系，你就在那边唱边。剥酸头边唱首歌好像嘛。佩萱会唱那个八公八婆。莫吃鸡，莫吃鸟。七只阿伯冲屁股，九牛了冲羊头，爱心唔就是唔是那也无爱好。好可爱。那最好行啊，哎呦，很看，就很认真的剥蒜头改时间，然后又唱自己喜欢的民谣。真劲动厉害耶！那妈妈怎么会想说，尬粉长了剖？吃起来比较有酥脆，比较哦，等一下一个也比较容易吸收汤汁的味道。对。这样是鱼香系列，你有做过吗？我有做过。就是用那个茄子的，没有鱼香的鱼，终于做到有鱼的终于有鱼香了。鱼的，开个好书，他激动厉害耶！小厨当家。哎，你这个算是很符合题目哎。哦，真的有鱼。真的很饿了哈。真的有鱼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哈。好佩萱继续放两个蒜头哦吼。哎，新香料都切好了，对耶，边边嘛调菜又係不用拍嘅哦不，用落去咧，要加水係嗎？唔好，是不得，哦，焖一干煎下，慢慢地煸，好，慢慢煎。你动上打开来看哦。调出那个打开来就大可乐就没了，你看出来？冇，還有加油就变嗎？色了。哦，冇同我講，安尼啊，變形。我建议你啦，因为毕竟我是小队长，可以可以我还是，有这个责任。你走在挺走的修，走的。第二个不可以呢，你先来热锅。因为等一下第二个差不多会，你就可以用厨师帮我了。我觉得，因为要做逼料逼后生嘛，对不对嘿？你觉得呢？好啊，廚師聽笑了。哦，以西可喜。倒油不算吧，倒油不算。啊，现在既然60秒，我问一下许师傅，你不要问，问许不师傅，要问。爬，这两问邱师傅转性走哦，啊你。问许师傅，哎，问走对走对。许师傅，那个有没有什么方法走在唔不应该调出来的变色啦？蝙蝠色那种。佢时间长短的问题啊，你咪做咧用一点的醋用穿烫的，哦。穿烫咪做得，可是佢嘅时间久，佢咪袂变色啦。哦。好哥，因为刚刚呢，你要用的亚风饭哎，不一样。啊，伊咪做得啦。对。那干煎的油需不需要多还是少？你不要回答他。哦这个部分哦，就是干煎。现在是干煎，油当然是少啊。哦。对吗？我们家都加超多油的，然后吃起来用啊用。那就是炒而已，哦。不叫干煎了。那我代替我主厨回答，你可好以吗？，走的走的。要吃辣一点吗？好，辣一点。好。什么？八七六标五四三二一，好，送你2秒，来61，好，停嘞，送2秒了个。那个2好秒，刚刚再给你5秒用讲的，再给你5秒用讲的，总得走。加糖，还有胡椒粉加砂糖， 2匙， 30秒嘞。屁都够了，时間到咯，時間到咯。好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哎，飲落去，飲落去，飲来六先好了，狗你了，口干片了，狗你了口。干片了。等一下，用茄子下去焖。你等一下起款，等一下要闭起款。气吗？要闭气吗？好，可以。哇，你看，马上煮，马上煮。哇，太敢好熟，他激动厉害耶！小厨当家， 10岁听听呢。激动太板哦，哦，而且激动有架势，检讨一下真的队长。哦。
你都好高吼，以后那个老师说你有什么专长，你走在讲因为煮菜。嗯，你会煮菜吗？好厉害，懂腔哎，真的。妈妈教的好。会变。继续继续翻给他。而且佢都淡动态，佢唔让会变到啊。就这个声音啊，不降哦，笑笑安用。而且你看他翻的多有架势，对，都有翻到呢。哦，妈妈你真的教的很棒呢。厉害。真的。啊，等一下炒以后会做嘛该？妈妈跟你说，来，把这个弄平了，让那个肉有均匀，然后等一下再翻哦。好温柔哦。其实台卡款佩轩安用，他对自己学习要求自己成绩要考很好，对不对？他好像不大喜欢你。对啊，不能讲话呢，不能讲话。不要害怕，遇到怪叔叔唔好乱讲话哦。啊，应该要看该片好咧，唔可以看机啊。那个怪阿公的话可以讲吗？阿公，那是看该片。再大一点点火哈，再一接就好哈，小心哦。呀，他发生嘛事情？颜色不错哦。不了该邱师傅教的东西是我还你干嘛的吗？冇咧啊。有吃蜜桃吗？有啊。做什么？好些。聽見未啊？我問咗學士。冇火咧啊。冇火咧。係金皮咧。金皮貨。吊錘又软哈。要。好，我们这边看起来一斤半升的，而且感觉自信满满。对，等一下看看轮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好，準備去倒數咧哦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會試試看那最背面一關地度，哪一部卡張係你太中伏咧？最背面要吃啦，有很多魚香系列啦。剛才呢，這個方圓姐供的一個經典魚香，它的終於有魚了。好啦，然後呢，前了試試呀，風吹用標吹耶，就是正統的魚香茄子。來，好，有啦，來試試看哦。來，皮皮都是凍痛誒。懂真的，懂茶飯，香香香香，還有一滴滴嘅辣辣的。有嗎？有滿意嗎？滿意。啊，柔山覺得呢？好吃而已，後續。懂茶飯哈，方圓姐吃到嘞？咁舒服咧。好吃，但是有一點鹹。哦。那我們小佩軒呢？你覺得嘞？好鮮。好了，本身係南水嘅就看啦。真嘅摸食個片呢哦。來吃吃看哦。好。魚好軟哦。加有黏咪，我覺得它有先炸過，真的很加分。還有我來凍好哦，我們方圓姐就是有加蒜頭，對，讓那個絞肉吃起來。我們凍悠安用，不會油油的。蒜頭以外，你還知道什麼味道？蒜頭，你還有加什麼秘密嗎？哦，有加薑末、姜嘛。哦。可是片黑狗要去除它的腥味的話，是要用蜜酒嗎？有啊。米酒當薑嘛，沒做得。薑嘛沒做得啊。做得，但是加一點那個啦，加點醋。還加一點醋，白醋提味。哦，最背面建造嘅時節要到位哦。前輩呢，天關嘅時節，風吹到南吹係熱別熱。沙地下來就看下最背面一關，搶求師傅搶半分數。哈，你看妹妹安定影響呢？半款。好了，你好，金有鳳師師傅搶半分數。你看你還佩軒的臉吶，你們兩位。哎呀，顧問不忍心。不會，我們這一面都是向着你的。好，躺着哈，躺着哈。好，因為魚香茄子它本身味道就會做比較重的口味。那紅隊其實比較幸運，它是挑中茄子，那它有把茄子的軟嫩度給燒出來，那它的顏色也有保留住。對，嘿，醬香味有出來。對，那它的辣的層次也有出來。那媽媽這邊呢，它的味道
薄了一点。可能是因为海鲜它的味道做的淡了一点点。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因为我厨师平常帮我煮东西都会煮比较对淡。哈，少了一点口呢，点，对啦。都是徐师傅，你没有出马啦。好啦，其实我讲话。咱来讲吼，咱某本影片的想法是讲，佢该从伫个泡甲愉快的时间，某本就下固定，切到该下细，再去泡下球去下硬，比较容易穷下吃落去下肚吼。炸比较硬一点，它比较 OK。对，所以我会选到这边的话，就是因为本来以为是讲佢该茄子油啊，本来是都那上到袂硬啊。哎呦，唔会按种按正面系做得了放巴咯，所以我本两片。有翕到啊，又翕到，嘿，又软嘛，嘿。对，好，可是但是我其实觉得蓝队也是很好吃，片面好 Q 用听听。但是不要难过，佩璇，我们是有礼物的，哎呦也是很棒的。今日风水得到3分，蓝水得到1分，恭喜风水得到3片的年假菜金。恭喜恭喜！我跟你说，佩璇有钱你拿不到，礼物你才拿得到。你看他们只有一个板子，人家就去梁家嘞，梁家哦，环保吸管杯组，而且这个哦，水里头哦，这个是翡翠煎锅，两组哦全爽不捏，哇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先来谈一下瑞基姐要拜参加新的老太太分享一下。爱当幸运，手到那个雕出的那个爱晓得煮。那今日手到个就快咧，唔晓得咧。所以呢感谢主持人，罗拉，谢谢瑞基姐今天给我们带来安多嘅好果呢。真嘅，刘三老太太分享一下要拜参加新的。很谢谢，就可以参加这个节目这样。然后因为我妈妈很会煮，对，所以就是真的很少下厨啦。然后有节目让我可以练习，对，练习做菜这样。谢谢，然后有赢得这个奖励这样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其实哦，家妈妈不但讲动不会煮啦，还很会表演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小小佩璇，你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今日参加的比赛就放心吗？有开心吗？有开心吗？有啊。回家要帮忙妈妈炒菜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有听到哦。有。妈妈，俺就让你讲哦，她有说要帮忙了哈。会。好，那最后方圆姐让大家讲一下，你今日参加的感想系嘛？感想。其实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是开心才会来，然后也很开心认识大家。方圆姐很用心啦吼，做这样有带点声音的 Q 她来主吹，而且她真的在私底下都是一直为佩璇来鼓励，加油！真的。而且我们本来想说啊，小朋友那么小做的天数mo，没有想到给正经猪做的，而且它好红呢，煮的非常好。但我跟你说，我们刚才呢。瑞基阿姨也跟你说，其实我们今天只是幸运而已啦，我们只是幸运的土豆雕车。下一次你再来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好运给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吗？他考虑一下。好，这份什么两岁今日呢，做在 Q 哈来参加。不管呢，大家料理用的所有妈妈的面头，就系最占地的面头。一家之主呢，就会等睇自家除了来挑战以外，还加做得来互相好心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